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文傑新時代頻道，我係劉文傑。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講講美國啲公務員而家開始投訴特朗普啊。咁點投訴佢呢？咁就係話啦，喂大佬，我而家投票俾你，我投完票俾你之後幾個月，你竟然間炒我，你有冇搞錯啊？咁但係如果我係特朗普嘅話，我會話吓。你投票俾我就係贊成我炒你，OK？我嘅競選嗰個嘅綱領裡面有講到嘅咁樣，所以咧呢單嘢你真係唔知點撐，我哋陣間一齊去睇睇。然後新西蘭嘅外交官咧就有質疑過阿特朗普，覺得佢唔識嘢嘅，咁結果點呢？結果佢俾人炒咗，係。咁成單嘢點呢？我哋陣間都一齊去望下啦。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啷啷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嗱，大家都知道咧，阿特朗普而家搞咗嗰啲炒人計劃㗎嘛，係嘛？呢個係佢自己嘅第二個嘅美國總統任期啦。咁當然佢可能就係因為做過一任嘅美國總統，所以佢就會知道咧美國裡面係有幾咁大鑊、幾咁腐敗啊、成啊等等啦。咁當然佢唔係真係咁英勇，係想將啲腐敗扭轉，佢想將啲腐敗，我認為轉落佢名下，或者轉落佢啲僆嘅名下等等嘅。咁佢重返白宮之後就授權咧，就開咗一個政府新嘅部門，就叫做政府效率部，主要係攞嚟炒人嘅。OK，以削減佢嘅開支啦，精簡政府嘅架構同運作啦。有一個特朗普嘅 fans 就話啦：喂，我追隨佢好耐㗎啦，由上個任期已經追隨佢，投票俾佢今個任期又支持佢，幫佢助選，但係上個月突然之間被解除晒所有公務員嘅職務，佢就話：我支持你，你炒我，我以後都唔支持你啦。咁佢冇所謂啊，佢都係做埋咁解嘅啫，係咪先？咁所以點解我成日話呢啲所謂美國嘅民主啊、成啊等等投票啊各方面嘅嘢係呃票呢？你睇下，佢哋最終係不滿呢個人嘅，呢個人所做嘅嘢兌現嘅承諾並唔會兌現㗎，佢選擇性做㗎咋。OK，咁所以佢哋嗰啲嘅支持者咪話：我而家唔支持你啦，咁但係冇用啦，你都要捱多佢4年，係咪？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就話啦，喺舊年總統大選嘅期間，住喺西維珍尼亞州嘅珀克斯堡嘅47歲嘅女人，佢叫做皮格特。佢喺自己屋企門口掛咗特朗普嘅競選旗幟，咁佢係一個虔誠嘅保守派人士嚟嘅，過去嗰3次嘅總統大選呢，佢都投票俾特朗普，都支持咗佢幾劑，好難得，亦都好明顯係佢嘅一個忠實擁躉嚟嘅。但係喺珀克斯堡財政服務局做嘢嘅皮格特慘啦！大家知道佢哋美國要行一個緊縮政策，係員工緊縮政策，一係就炒員工，一係就成個部門炒咗佢。佢今年2月就成為咗被解僱嘅125個人嘅其中一個。呢樣嘢令到壓倒性地多數投票俾特朗普支持佢選總統嘅人，同埋整個支持佢嘅社會都感到不安。呢個皮格特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我同好多人都講過，佢話其實即係傾過偈啦。佢話其實冇人了解到今屆政府點解會對佢哋嘅生活造成咁大嘅破壞，點解會咁對佢？佢仲話如果當初知道特朗普係咁做嘅話，佢話就唔會支持特朗普。OK， 佢話啦，即使我知道特朗普喺佢做總統，譬如而家呢啲決定某個層面上
係為佢嘅美國國家做一啲大事嘅，但係佢唔能夠完全地唔能夠理解點解要炒佢。正常嘅係咁噶啦，係嘛？呢個皮格特喺財政服務局做咗5年㗎啦，佢啱啱獲得升遷，啱啱支持完特朗普就獲得升遷啦。但係當特朗普政府開始解僱幾千個聯邦試用期嘅員工嘅時候，今次嘅升遷就令到佢成為咗裁員嘅對象，因為升遷嘅時候係要重新做崗位，亦都係要簽翻一啲試用期嘅合約，好正常啊！你要試下噶嘛，你 acting 嘅嘛，係咪？賴嘢啦，就係咁樣就賴嘢啦。咁啊，白宮發言人向路透社表示就話啦，其實特朗普咧係得到民眾授權㗎，跟住先至對聯邦政府進行改革，去打擊浪費、欺詐同埋各種嘅弊端。發言就話每個美國人嘅財務狀況係特朗普最關心嘅問題，所以而家佢咪努力減少監管咯，回流翻一啲嘅就業咯，減稅同埋提高美國政府效率嘅一個原因啦。咁即係話咩呢？即係話你班粉腸就係投票俾特朗普，跟住特朗普而家炒你，佢老早講過，佢話會炒人㗎，佢話要即係搞佢美國政府嘅效率啊、人員啊點樣節流啊、成啊等等㗎。只不過你冇諗過，你投票俾佢，佢炒你啫。咁但係個問題係，你係一個佢值得炒嘅人，咁冇辦法㗎。佢揀唔到話邊個係佢嘅 fans 去炒佢，就唔炒佢㗎嘛，係嘛？咁所以你即係揦嘢就冇計嘅呢單嘢都。咁啊，特朗普亦都冇所謂嘅，以後唔投佢，佢以後都未必選，係咪？咁所以佢都係希望可以發揮下呢幾年嘅作用，睇下點樣玩個股票市場，睇下點樣令到佢自己同佢自己屋企人可以係揾多啲錢啫嚇。2. 全球首富美國首富億萬富豪馬斯克對唔住係萬億富豪，億萬好似講低咗佢添。萬億富豪馬斯克，佢領導嘅政府效率部就冇回應過呢一啲嘅提問，但係當地亦都有民眾其實係支持特朗普嘅聯邦瘦身計劃㗎。咁但係通常呢啲嘅支持嘅人咧，支持嘅民眾咧都唔係政府嘅僱員啊。咁啊，報道裡面就話有一對中年嘅夫婦喺當地一間嘅小餐館咧就讚呢個美國政府效率部。有酒店嘅顧客亦都認為啦，咁啊遠距即係叫做遠距離嘅工作者，咁即係唔翻工嘅工作者啊。即係而家政府效率部佢係要一個禮拜翻5日工啊嘛。咁美國有啲人係覺得好慘噶嘛。咁就話啦，咁應該喺屋企在家工作嗰啲應該要被炒，亦都有啲年輕嘅酒保就感嘆就話啦，唉，聯邦僱員做政府工嘅薪水係真係相對地比較高啲嘅，咁但係其實你考入去係好難噶嘛。你一個酒保，你話人哋人工高咁，但係你係一個酒保嚟嘅啫喎，人哋讀咗幾多書啊，做咗幾多嘢啊，有幾多專業資格，你即係對比唔到噶嘛，係咪先？而喺對珀克斯堡30個工人、企業家同埋政治人士進行採訪之後咧，幾乎所有人咧都係認同特朗普嘅削減政府開支計劃，認同佢嘅努力嘅。大多數人就話啦，咁財政服務局嘅員工咧，咁而家工作非常之勤奮嘅。咁如果裁員嘅目標係消除浪費嘅話咧，咁嗰啲人就唔應該成為目標嘅。不過都支持佢嚇。咁西維珍尼亞州議會嘅共和黨人咧，克特咧就好擔心啦。裁員將會摧毀當地嘅經濟，因為呢啲僱員工資水平咧係高過平均水準嘅。咁新一輪嘅裁員咧，仲會蓄勢待發。咁即係咩意思咧？點樣摧毀當地嘅經濟咧？當地冇稅收，少咗稅收，咁當地會點啊？經濟咪差咯。OK， 就係咁啦。咁所以佢呢一個嘅擔心咧係
有理由嘅，有理由嘅。不過美國政府係唔會理佢嘅。OK， 跟住講講第二單嘢。第二單嘢咧就係新西蘭一個嘅外交官，就係駐英國嘅專員啊，講錯嘢，跟住俾人哋撤換炒咗魷。佢講錯啲咩咧？佢質疑啊特朗普，佢話呢條友好離譜啊嘛，係咪特離譜嚟㗎？佢係咪真係識歷史㗎咁樣？英國媒體報道就話啦，新西蘭駐英國嘅高級專員，仲要係高級添，叫做戈夫。佢因為質疑美國總統特朗普唔識歷史，所以就俾新西蘭嘅政府撤換啦。喂，大佬，你好搞唔搞？你搞特朗普，我真係要換咗你啦！呢次係咪？你搞邊個都好，你唔好搞特朗普，因為佢癲嘅。OK， 因為佢癲嘅。咁啊，根據英國衛報嘅報導就話，阿戈夫咧喺早前倫敦一場活動裡面，佢話啦，佢最近咧喺度再次重讀翻丘吉爾。佢喺1938年同希特拉簽署嘅慕尼黑協議之後，向英國下議院發表嘅一啲演說，嗰個協議其實係允許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嘅部分領土。佢話丘吉爾向當時嘅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表示，喺戰爭同屈辱面前，你選擇咗屈辱，但係仍然係要面對戰爭㗎。即係咩意思？喺戰爭面前，你點都要打㗎，你冇得唔打㗎。然後呢個戈夫就話啦，咁個重點喺邊度咧？重點就喺呢一度。特朗普美國呢個總統將丘吉爾嘅銅像擺翻喺白宮嘅橢圓形辦公室裏面，你認為佢真係了解歷史嗎？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喂，仗係要打嘅喎，係要吞併領土嘅喎。你如果話唔打仗，得唔得㗎？即係佢質疑特朗普佢對烏克蘭嘅一個支持，跟住變咗唔支持咁樣嘅嘢。佢質疑佢，你咪識歷史㗎？你咁樣對烏克蘭唔得個噃咁樣。咁啊啲報道就話啦，佢嘅發言咧就引起現場一大輪嘅笑聲。正常啊！你好講唔講？你講事實，你又講事實，咁死緊㗎喎，係嘛？咁戈夫呢一番嘅言論咧，令到佢官都冇得做，係太識嘢咧，真係唔係咁好。新西蘭嘅副總理兼外長彼得斯喺當日已經話：我會換咗呢一個嘅戈夫佢㗎啦。係啊，喺當日呢個言論完咗之後，嗰個新西蘭嘅副總理就話啦：我會換咗佢㗎啦。點解啊？因為冇辦法，我被逼要換佢嘅，因為戈夫嘅言論，所以就要採取行動啦。但呢個行動佢認為非常之令人哋遺憾嘅，咁都得，即係點啊？唔俾評論特朗普啊？佢話唔係唔俾評論特朗普，佢話如果戈夫對任何國家領導人發表類似嘅言論，佢都會撤換佢嘅。彼得斯就話戈夫嘅言論令人哋失望啊，咁但係對於其他嘅國家領袖，戈夫梗係唔會咁講嘢啦。點解啊？因為其他嘅國家領袖係真係識歷史噶嘛。你叫特朗普玩女人叻啫，你叫佢識歷史冇玩啊，係咪先？你叫佢搞娛樂節目叻啫，你叫佢識歷史算吧啦，真係。彼得斯就話啦，當你身處喺嗰個位置嘅時候，你代表嘅就係新西蘭嘅政府同觀點，仲有當今嘅政策。你唔可以講你自己個人嘅嘢㗎，因為你代表緊新西蘭啊！而家代表新西蘭，你反特朗普啊，大佬，你點搞啊？係冇錯，係現實，係冇錯，係好好笑啊，特朗普。但係你唔可以將啲現實講出嚟㗎嘛？如果唔係新西蘭，可能隨時俾人打㗎嘛？你睇下，今日烏克蘭
明日西新蘭啊，大佬都係爛字嚟㗎，你好難搞啊，所以就炒咗佢啦。你話係咪好無辜？我覺得其實都幾無辜㗎。咁唔知大家點睇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明記聽，你點睇呢單嘢啦？咁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喺影片完結之前呢，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明記新時代頻道，記得撳埋個啷啷掣，揀個全部，咁大家就唔會錯過任何嘅一段影片啦。我哋下集再見，多謝大家，thank you，拜拜。